作为读圣经，今仔日5月8，咱要对申命记第30章读到第34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30章，将来我所甲恁讲的祝福甲咒诅发生伫恁的身上，恁伫上主恁的上帝甲恁流放去的列国中想起这的事。彼时，恁甲恁的子孙若专心专情归向上主恁的上帝，照我今仔日的吩咐，遵趁伊一切的话，上主恁的上帝就会怜悯恁，互恁受掠的人倒转来，伊会回心转意，将伊甲恁四散伫列国的人聚集带转来。恁若有人受赶逐，就是伫天边海角，上主恁的上帝嘛会甲恁聚集，对遐带恁倒来。上主恁的上帝会带恁承接恁的列祖占领的地，好款待恁，互恁的人口加添，比恁的列祖较侪。上主恁的上帝会洁净恁甲恁后代的心，互恁一心一意听上主恁的上帝，互恁伫这个地永远徛起。上主恁的上帝会将这个咒诅降落伫恁的对敌，甲怨恨恁、困逼恁的人的身上。恁会阁听探上主的话，遵守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伊一切的诫命。恁若听探上主恁的上帝的话，遵守这个律法所记载的诫命甲规例，阁专心专情归向上主恁的上帝，伊会互恁事事亨通，互恁所生的、精生的、土地出产的充足有春。因为上主会亲像以前伊爱恁的列祖安尼，好款待恁、赐福恁。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诫命，毋是恁做袂到的，离恁嘛无远，毋是伫天顶。恁毋免问，讲啥人会当为着咱去天顶，将这个教示带落来，互阮听见来实行。嘛毋是伫海的迄边，恁毋免问，讲啥人会当为着咱过海，将这个教示带来，互咱听见来实行。这个诫命离恁真近，是伫恁的喙内，伫恁的心中，互恁会当实行。第二个定，我今仔日将生死福福甲恁讲，互恁选择。我今仔日吩咐恁，着听上主恁的上帝，行伊的道路，守伊的诫命、规例、命令。上主恁的上帝就会互恁伫要入去占领的地久长徛起，人口加添，得到福气。恁若违背上主，阁毋顺坦，受引诱去敬拜服侍别个神明，我今仔日明明甲恁讲，恁一定会灭亡，袂当伫恁过约旦河要入去占领的地久长徛起。我今仔日叫天叫地来对恁作证，我将生甲死、灾祸甲福气摆伫恁的面前，着经性命，恁甲恁的后代就会当继续生存。着听上主恁的上帝，听探伊的话，忠诚跟对伊，伊是恁的活命，恁着靠伊才会当继续生存。安尼，恁就通伫上主对恁的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誓要赏赐恁的地久长徛起。第31章，
摩西继续对以色列人讲：我已经120岁，袂当搁领导恁。上主捌对我讲：你袂当过约旦河。上主恁的上帝会伫恁的面前带恁过去，消灭遮的族，互恁占领因的土地。照上主所讲的，约书亚会带恁过去。上主会对待遮的族，亲像伊以前对待阿摩利人两个王西宏甲恶，以及对待因的国家同款，甲因完全消灭。上主会将因交予恁，恁着照我所吩咐恁一切的命令对待因。恁着勇敢壮大，毋免惊因，毋免因为因恐慌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会甲恁做伙去，袂离开恁，袂放杀恁。摩西叫约书亚来，伫以色列众人的面前对伊讲：你着勇敢壮大，因为就是你要带这个人民入去承接上主对因的列祖立誓要互因的地。上主要行伫你的头前，甲你同在，袂离开你，嘛袂放杀你。你毋免惊，嘛毋免忍。摩西将律法的册写好，就交予跟上主约规的利未人做祭司的，甲以色列的长老。摩西命令因讲：逐摆满7年，伫免除祭物迄年的大了节，以色列众人来到上主恁的上帝所竞选敬拜伊的所在。迄时，恁着伫以色列众人的面前大声读这个律法，互因听。着组织人民，无论查甫、查某、囡仔，以及恁城内的外族人，互因拢听，互因学习，通敬畏上主恁的上帝，切实遵行这个律法每一句话，嘛互遐个还毋捌律法的后代，拢会当听着。通伫过约旦河去承接做产业的地，一世人学习敬畏上主恁的上帝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无偌久会离开世间，你叫约书亚来，甲你做伙徛踮会幕内，我要交代伊任务。摩西就甲约书亚去徛伫会幕内。上主伫会幕内，伫云条中显现，云条停伫会幕门口的顶面。上主阁对摩西讲：你得要转去你的列祖遐，你死以后，这个人民会伫因入去的所在，服侍迄所在的外族神明，行邪淫，去杀我，违背甲我立的约。迄时，我会对因发生气，去杀因，面越走毋看因，因为受吞灭，拄着真侪灾害患难。迄日，因就会问讲：咱拄着灾害患难，是毋是因为咱的上帝无甲咱同在？迄日，因为因拜别个神明，作恶多端，所以我一定面越走毋看因。呾你着写一首歌，教人民唱，用来教示以色列的后代，做我指责以色列人的见证。我带因进入我对因的列祖立誓，要互因迄个老年甲密的地了后，因为食甲肥卒卒，偏往别个神明服侍因，煞看轻我，违背我的约。到因拄着灾害患难的时，这首歌会做我指责因的见证。因的后代会继续唱这首歌，袂记得。虽然我还袂带因进入我立誓要赐予因的地，毋过我已经知
因的心思念头。迄日，摩西就写一首歌，用来教示以色列人。上主吩咐论的囝约书亚讲：你着勇敢壮胆，因为你要带以色列人入去我立誓要互因的地，我要甲你同在。摩西将这个律法的册写清楚，就吩咐跟上主约柜的利未人讲：这个律法的册着下伫上主恁的上帝的约柜边，通做指责恁的见证。我知恁是悖逆、心硬、固执的民族，我今仔日要活地甲恁做伙，恁拢会悖逆上主，何况我死了后，着组织恁所有支族的长老甲官长来我遮，我要将这的话讲互因听，嘛要叫天叫地来证实恁的毋对。我知我死了后，恁会彻底败坏，偏离我所命令恁着行的道路，将来恁会拄着灾祸，因为恁会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惹伊生气。摩西将这首歌对头到尾念互以色列会众听。第32章，天啊，着压耳孔，我要讲话；地啊，着注意听我所讲的话。我的教示要亲像雨水降落，我的话要亲像露水滴落，亲像雨毛啊落伫幼幼的草，亲像及时的雨水落伫菜苋。我要宣扬上主的名，恁着尊咱的上帝最大。上主是石盘，伊的所做完全公平，伊是信实的上帝，拢无不义，伊公义和正直。这个顽巧败坏的世代，因悖逆袂堪得做伊的囝，愚戆无知的人民，恁哪会安尼报答上主？伊兼毋是恁的老爸，恁的创造主，有建立恁的国家。着会记得古早的日，回想历代的年，问你的老爸以为指示你，问你的时代因为甲你讲，至悬的分土地，互万国做产业，将世间人分开，照以色列人的人数，定万族的境界。上主的分野是伊的子民，哪国是伊的产业。上主伫旷野找着伊，伫爬荒野兽在吼的地拄着伊。上主揽伊照顾伊，保护伊，亲像保护目睭人，佮亲像鹰鸟拉伊的手，体恤甲细只鹰仔学飞，铁开膝骨，身伊使伊是固定。只有上主引带伊的子民，无其他神明的帮赞。上主互因统治地悬的所在，互因食田野的土产，对石旁树蜜，对石头地得到橄榄油，搁食牛奶做的起司、羊奶、羊仔囝的油，巴山的绵羊港、山羊，甲上好的小麦。嘛啉葡萄酒，以色列肥就产势，你已经大箍搁粗鲁，皮肉筋骨，就气杀创造你的上帝，看轻解救你的石盘，因用别个神明激伊怨妒，拜可恶的偶像惹伊受气，因祭拜鬼神。这鬼神毋是上帝，
是因毋捌的神明，是新的，近来才有的，是恁的列祖无得惊的，生恁的石盘，恁无看重伊，生恁的上帝，恁袂记得伊。上主看见就放杀因，因为伊的囝查某囝惹伊生气。伊就讲：我无要搁插因，要看因的结局安怎。因是诡计的世代，无忠实的囝儿。因拜毋是上帝的神明，叫我怨妒。因拜偶像惹我生气。我就用毋正民族的人民叫因怨妒，用愚戆的国民惹因受气。我受气的火在倒，倒到阴间极深的所在，烧灭大地甲一切的土产，吞灭山的根基。上主阁讲：我要不断用灾祸攻击因，用我剑地内所有的钱射因。因为饥荒消散，互炎热甲瘟疫吞灭，互野兽咬着，受毒蛇攻击。外面有刀剑，内面有惊吓，互少年人甲在色女、食年的婴仔甲白头毛的老人拢灭亡。我原本要彻底消灭因，互世间人袂记得因的名。毋过，我惊因会对着自夸，惊了因误会，惊了因会讲，是阮拍败以色列，毋是上主的作为。因是袂晓想的民族，无一撮仔知识，可袂得因有智慧，会明白即个事，会晓想家己的结局。若毋是因的石盘，甲因卖互人，若毋是上主气杀因，因会对着哪会一个拍败因1000个，两个互因10000个逃走。因的石盘无亲像咱的石盘，咱会对着嘛安尼承认。对着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种，对俄摩拉的园刷来的。因的葡萄是毒葡萄，规拍拢是苦的。因的酒是大尾蛇的毒，是毒蛇致命的毒。上主将对着所做的歹，拢放捌伫伊的府库，伸冤报应在伫上主。时机一个到，伊会甲因报应。因拄着灾难的日近啊，会真紧受刑罚。上主要为着伊的子民伸冤，要怜悯伊的仆人，因为伊看见因气力已经无去，自由的甲无自由的，连一个拢无留着。伊要讲，因的神明伫倒位，因瓦靠的石盘伫倒位，遐会食因献祭的油，啉因奠酒祭的油酒的神明，打着起来帮助因，保护因。但恁着知，只有我是上帝，我以外无别个神明。我互人死，嘛互人活；我拍伤人，嘛医治人。无人会当对我的手头解救因。我仰天举手，用我永远的活命立誓，讲：我要将我金死死的刀磨来，执行审判，报复我的对敌，报应怨恨我的人。我要互我的剑啉火，啉遐个受台受掠战士的火。我的刀要食肉，食对敌遐个长头毛的领袖的肉。列国啊，着甲上主的子民做伙欢呼。上主要为着伊的仆人所流的血伸冤，保护伊的对敌，赎回伊的地甲伊的子民。摩西甲伦的囝
约书亚做回来，将这首歌念互会众听。摩西将这个话拢讲互以色列众人听了后，佮对因讲：我今仔日警戒恁的话，恁着会记得，嘛着吩咐恁的后代切实遵行这个律法一切的话，因为这个律法对恁毋是空空无路用，是恁的性命。这个律法为互恁伫过约旦河要占领的地久长徛起。迄日，上主吩咐摩西讲：你着去亚雷哥对面的摩押地，上去阿巴林山区的尼坡山，看我要赏赐互以色列人做家业的迦南地。你会死伫你上去的山，亲像你的兄哥阿伦死伫何尼山，倒去你的列祖遐，因为恁两个伫神的旷野。加迪斯的米利巴水泉，伫以色列人中间得罪我，无尊我做圣。你通看对面迄个地，毋久袂当入去我赏赐互以色列人的地。第33章，上帝中央的人摩西要死以前，甲以色列人祝福，祝福的话记伫下面。上主对西奈山来，亲像日头对以东起来，对巴兰山照光，伊带层层慢慢天下来，正手摕发光的律法互因。上主实在疼万民，眷顾以圣的子民，因坐伫你的脚下，听受你的教示。摩西用律法传互咱。做哪国会众宝贵的产业，上主做王统治以色列，人民的领袖甲以色列正支族组织庆祝。鲁本支族虽然人也少，愿因继续生存，无断绝。关系犹大伊讲。愿上主听犹大的祈求，愿因甲别个支族重新联合，因为家己高正，愿你帮助因打败对敌。关系利未，伊讲，愿上主将土明赐予利未，将乌灵赐予对你忠诚的人。你伫玛撒考验因，伫米利巴水泉甲因争论。因忠诚遵行你的话，坚守你的约，超过看顾父母，重视兄弟姊妹，照顾囝儿。因要用你的规例教示哪国，用你的律法教示以色列。因要伫你的面前烧香敬拜，伫这段献规只精神做烧化者。愿上主赐福因的产业，接纳因的手所做的工作，遐起来攻击因、怨恨因的人，愿你拍断因的腰，互因袂当搁起来。关系便雅悯伊讲，愿上主互伊所疼的伫伊的身边安然徛起，上主规日保护因，互因伫伊的行程享受安息。关系约瑟伊讲，愿因的土地得到上主赐福，得到天顶的甘露，地下的水泉，愿因对日头得到丰收，对月亮收成妥善，对古早就有的山得到保物，对永远徛在的山岭得到宝贝。愿因得到土地甲出产的宝米，以及临在伫赐辈的上主的恩惠，愿这个拢赐予约瑟，规伫兄弟中受竞选做领袖的约瑟。愿伊亲像头上生的牛角，有大威严，伊两只角亲像野牛的角，将万国
插到天边海角。这两支角是以法人慢慢的征兵，甲马拉西前称的勇士关系西布伦，伊讲愿西布伦欢喜出外，愿以撒加快乐踮厝内，因要调集万族来山里，伫遐献公义的祭，因要吸收海里丰富的资源，甲藏伫山里的宝贝。关系加德，伊讲着称赞扩展加德领土的上主，愿加德亲像密地的师母，拆离纳物的前腿甲头壳，以为家己选择上好的土地，是掌权的份野。伊甲以色列的领袖做伙，是行上主的公义，执行上主为以色列所做的判断。关系丹，伊讲，丹是少壮的狮，对巴山跳出来。关系拿弗他利，伊讲，拿弗他利，你得到充足的恩惠，得到上主满满的祝福，愿你得到西边甲南边的地。关系阿瑟，伊讲，阿瑟是上主上祝福的囝儿，愿意得到兄弟的欢喜，橄榄油因伊的骹目，你城门的霜是铁的重的，你为久长享受太平。以色列人无一个会当甲上帝比，伊对天顶帮助你，以一云现出伊的阳光。对古早就有的上帝是避难所，伊的手永远扶持你，伊伫你的面前将对敌赶出去，佮讲甲因消灭。以色列通享受太平，哪国的后代住伫出产五谷甲新酒的地，天马降落露水予伊。以色列，你真有福气。你是上主拯救的子民，有倒一个民族亲像你？伊是保护你的盾牌，是你得胜的刀剑。你要征服对敌，要打因的骹接拼。第34章，摩西对摩押平原上尼泊山，到耶利哥对面的比斯加山顶，上主将全地予伊看，对基列到但、拿弗他利地区、以法人甲马拉西地区、犹大地区到地中海南边的尼格夫甲樟树城、耶利哥的平原到索尼。上主甲伊讲，这个地是我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誓，永远要赏赐因的后代的地。但我互你亲目看到这个地，毋过你袂当入去遐。照上主所讲，上主的仆人摩西死伫摩押地区，上主将伊埋葬伫摩押地区北比尼对面的山谷。到今仔日，无人知伊埋葬的所在。摩西死的时120岁，目睭无花，精力无衰退。以色列人伫摩押平原为着摩西悲伤哀哭满30日。论的囝约书亚得到智慧的神充满，因为摩西捌甲伊还手。以色列人顺坦约书亚，照上主命令摩西的话做。后来，上主无搁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兴起亲像摩西的先知。摩西是上主面对面认捌的。上主找伊伫埃及地对法老甲拢总的元神以及埃及全地
行真侪新业奇事，搁伫以色列众人的目睭前，互伊有大气力，做大搁通行的事。咱今仔日圣经节伫申命记第30章到第34章。